阮一生的年龄是70岁，若是臃肿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，伊紧紧过，阮就袂去，是水在你受气的款式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在你的受气啊，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即时咱来用献诗对271首，愿列班俄罗里，愿列班俄罗里，愿万国快乐，出欢喜声。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，你万万国。上帝啊，愿列班俄罗里，愿列班俄罗里，地已经出土产。上帝就是阮的上帝，要赐予阮。上帝要赐予阮。地是拢要敬畏你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知，阮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甲忧愁，伊紧紧过去，阮就过去。上帝啊，是水在你生气的款式。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在你的受气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所说阮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无搁伫即个俗世世界无服侍。求你教示阮所说家己的日子，互阮伫活世内知影怎样行伫伊的心意内。求你教示阮所说阮家己的日子。互阮紧紧来分对你，就是到最后一刻嘛无放了。愿你所做的对你的路幕显明，你的眼光对阮的子孙显明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踮伫阮的面面，互阮时时有敬畏的心。愿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。阿门。即是咱来供达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雅各书第4章14到15节，内语的第一本伫266页，第六本伫332页。今仔日经才敢若2节尔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若是明仔日的事，你不知，并且看也怎样，你是将其出黑，后来就无看见。你较好着安尼讲，主若阮就活的，才会做一项一项。嘿，这是献诗，咱请办学诗班。平安。一个人的一生中间，虽然亲像有人常常咧讲，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有把握到今仔日以前所有的机会，甚至是讲人着把握目睭前的机会，因为机会来过去就无搁再来。嘛有人讲时啊、命啊、运啊，着把握你会当将来。强。也说人敢真正会当控制机会吗？句话讲，等待机会是一件非常有用的行为。这是咧形容把握机会的重要性。因为不管怎样得到机会，总是爱积极去追求。捌有一个文人甲我讲过，你毋通认为机会是亲像一个到你厝内的人体。伊徛伫恁兜的门口，要甲你挡门，等待你甲开门互伊入。其实，拄啊倒转，机会是一种无法度去甲伊猜测的一个物件。机会来无影，去无踪。如果你若无用非常拍拼的精神，真努力去找找伊，检测这个机会永远会互你拄着着。所以嘛，我可以讲，只有愚妄的人
才会有大大机会。有智慧的人是会创造机会。为圣经内面讲甲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安尼讲。路加福音13章1节到第9节，如是说，当迄时，有几若人伫咧将加利利人的事甲耶稣讲，就是彼得岛将因的血参与因的成礼。耶稣一直讲，因为遮的加利利人受即个害，恁拍算因比这加利利人较有罪吗？耶稣安尼讲，我甲你讲，毋是，恁若反悔，拢要亲像安尼面对，也是恁18人，互西罗亚会拍倒来第4个，恁拍算伊拢作行去耶路撒冷的人犯罪较重吗？我甲你讲，毋是，恁若无反悔，拢要照安尼面对。伊就说一个譬如讲，某一人。一丛无花果树，栽伫你的葡萄园内面。后来，后来就去找迄丛果子，找无。这对管园的讲，你看，我连第3年来对一丛无花果树找果子，找无，就甲伊藏起来。啥事互伊也定伫遐。即个管园一直讲，主啊，今日请好容我容伊，肯互我4年甲葡萄山下肥，后来结果子啦，就好。若无，你才甲伊藏起来。这段经文即段，拄则即段经文中，咱要来思考，主耶稣讲即个比喻的目的是啥物？实际上，人若无认识。无悔改，无结出信心的果子，也会亲像无花果树共款。互人错掉，爱上帝是主义的，也是公义的，伊绝对会下落这个审判，因为上帝对罪人在天堂，伫永生的国度内面，也是时间的限制，也是时间的限制，上帝时间无限制。这个比喻也是咧警告咱。人受到交通的责任，爱尽心尽力，无辜为上帝所托付的责任。这个世界所有的代志，都是上帝接起的负担。无论是伫什么所在，咱唯一的机会，就是来把握着机会，把握着时间，爱尽着本分来回应上帝。咱现在做着娱乐，我伫迄个边。我要感谢我你，因为你会出来永远伫咧。虽然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变大，像你的阻碍无免离开我，你平安的用嘛无免放弃我，我专心要来感谢你，要选择你一切应该做。你讲，我眼看会当找着的事来造成你，而且由你为着我来诉说我有前面的心，互阮的心内面有正确的事。主啊，你的意念大过我的意念，超过我所有所想的，特别是即个末世的事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。地中亲像地天，我知影过去阮的生活是无知，阮时常家己认为对就是对，却时常误会。求你搁再一摆来接纳阮的阮，我除了感谢你的以外，无别条路，因为我的困难是我中的，恳求你的神来医治，来安慰。保守，来带领，互我伫患难中间，也是讲受着试探的中间，都是因为你的大观念来得到启动，愿一切的医疗观念都是为
拢是往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这牧师伫遮不再一摆甲恁请安，特别是其他日是台湾新人吼，迄记录之日，我代表学院来甲赢这换钱，对伫台湾新人的关心来到伊的后面。虽然我伫咱拄到教会3间新人中间，我读过2间，但是拄好无读到迄间就是台湾新人，但是咱拢知影。这3间新人拢共款，拢是用主的名来选举的，拢是去栽培宣扬福音的人。每一间新人，其实宗旨拢是共款，只是方式较无啥共款。所以咱更加爱帮助伊的需要。新人伊伫即个大环境的中间经营，无风真顺。咱拢知影，即几年。毋是当新人尔，一般的大学足侪拢开始咧收学生，开始咧办起来。伫即个热世中间，真侪人要宣扬福音，伊真侪拢是靠着家己，每一工家己咧看真侪资料，安尼就要宣福音，但是咱袂记，咱会宣福音、传福音一条路是爱有一个次序的。因为你着爱慢慢慢慢，你较了解为虾米要徛在即个所在，为虾米你要爱讲上帝话。事实上，真侪人拢会误解。我认为宗教，我认为信仰是啥物，但是伊往往无了解讲，伊所传的实际上是伊家己心内咧所讲。所以，咱着即个信仰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伊内面你只要有法度去。隔壁讲啥物是真真正正对上帝遐所得到的，要爱将即个好的消息透过遮的人另外人讲。今仔日个经文爱咱思考问题，咱嘛是要伫即个20中间来看。相信圣经内面每一个所在经文所写的字甲事拢共款，但是伫每一个人心内，也是讲每一个人生活中间，对即个人影响无共款。这就是上帝话奥妙所在。每一个日，像咱今仔读的，短2节，但是伫每一个人读了后，每一个人心内所思考拢无共款，拢无共款。特别是今仔即两节经文非常水，伊是敢若一首诗，是足特别。咱看即2节是经文时，咱用迄个诗那个诗的出典来去探讨。这两篇章往往是伫咱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会去思考讲上帝透过这个礼来讲啥？为什么牧师今仔这礼拜经过这2节经文呢？就是一礼拜完全就是咱用英语我可以去分享会所发现一寡代志。牧师心内感受，牧师心内感受讲，咱即个福音要去实现即个福音，到底是上帝旨意还是人的旨意？人伫每一个所在，拢往往真侪私心，往往毋知影讲咱其实要用人的方式去看待代志，你就爱徛伫啥物角度。但是当你拄着分辨时，嘛是个迷信，牧师嘛是即两礼拜迷信真侪人的回应中间，人的攻击，人的斗阵的中间，我有当时也就是真艰苦，是讲为虾米？所以牧师在准备即2节经文的时阵，无简单，因为咱知影圣经章愈长，我要准备一篇足简单，但是愈短的经章是愈困难。你要安怎讲？一句话也是2句话讲40分钟，无简单。这主要是讲真正，比如讲今仔日这个题材对牧师的影响是偌大。牧师这2礼拜嘛是练习这2个题材中间，倒退真多，倒退非常多。咱来看经文的描述，
这段经文的情形是亲像安尼，就是讲有某一个人咧看电图，然后指伫电图内面指出一个地点，讲伊遮拄啊开发一个新的城市，看这个特色，伊遮做生意机会一定足好。我若去遐拍拼经济，买厝做生意，至少一年，我相信一定赚大钱，互我靠爸仔赚到第二。等于高中足正命，但是咱来看，哪个真确定来讲，人无全面为着家己的前途做一个确定的计划。哪个安尼讲？因为伊连今仔日发生啥物代志，嘛无法度知影。华语讲模式在人，成事在人，这是一句千古多变的实话。对古早一直到即马任何人，无一个人袂受着讲前途恶定财情的即种观念来影响。伫戏剧内结合家安尼写讲，这22箴言27章第1节写讲，毋通为明仔日来家己夸口，因为你毋知一日要生出啥物事。耶稣妈妈讲过一段有气的财主的故事。这个人为着家己的财产来伤脑筋、受足罪，最后伊确定起来去做不能动这个苦工。啥物人知影？当一切完成了后，这个财主佫两只脚出地顶，一命乌互哀财。这个故事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12章39到21节。人类亲爱兄弟。如果一个人只是相信命运，甚至对命运有真深的感触，却毋知影对中间来入捌来承认来使用接受创造万物的主，对人类命运的主宰，安尼，伊的一生就真正足悲哀，伊就真正是白白活在这个世间空虚。真正对创造万物主宰的主权老一般的人，有经验的人，伊的精神应该是足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甚至生命一切拢是出于主的意愿，伫心内对人生对命运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方面。就是讲，爱去相信一切主权是主。一切主权。伫今仔日个短短这个经文中间，嘛有值得咱思考的一个信仰关系。这个信息的信仰关系，无需要分做3个题目。这3个题目足简单的，就是早日、今仔日、甲明仔载。早日是指顺着家己意识的活办人，今仔日就是讲无烧无冷的局外人，明仔载就是真正服侍的活办的内办人，就是讲家己人。讲到早日、今仔日、明仔载，伫希伯来书13章第8节有写讲，耶稣基督早日、今仔日都一样直到万代。启示录第1章第8节有写讲，主上帝讲，我是阿里法，我是欧米伽，现在伫地，早伫地，将来伫地是全能的。咱知上帝是早就有，永远伫地的神。早就有就是讲无一个开始，永远伫地就是讲无一个结束。所以，耶稣讲耶稣基督早日、今仔日、明仔载，你讲永远拢是同款的。但是咱看人就无同款。对人来讲，早日是已经过去，是一个历史。明仔载还袂解决着，袂无法度完成。明仔载还阁无熟悉，无上等，只有今仔日较上等，所以爱分到大。捌有人讲，如果人生人的一生只有3天，这3天真正会受到悲哀的人是活伫早日。对人生的目标有期待的人，是伫明仔载，是活伫明仔载。只有实实在在的人是活伫今仔日。所以，咱咱看讲早日、今仔日、明仔载，究竟带互咱啥
啥物体型呢？第一，毋通时常活伫查囡的回忆的中间。规日秘书第3章13节到14节安尼讲，兄弟啊，我无掠家己做一件一件，独独专顾一项，就是为记得后面的事，记住头前的事，所查的标来走，到得到上帝基督耶稣对典明吊咱的心。圣经时常甲咱讲爱袂记住背后，但是咱时常会记住一寡一件过去的成功，也是讲过去的失败。时常谈落去过去真无好的回忆的中间，却知影过去的代志，就亲像讲一件，人咧讲一个拖一个腿，无法度去修改。搁怎样的后悔，嘛无法度改变啥物。嘛有真侪人是活伫早日的成功的中间，用过去的成功感觉家己足够，所以骄傲、自我感觉真好，至到大道。嘛有人是活伫早日的失败中间，为着早日的失败来艰苦死，互早日的痛苦甲失败来拖麻。这段都无需要写出，真正内心的感受是足深。但是早日的成功并无算啥物，早日的失败嘛无算啥物。毕竟遐个拢是已经过去，我已经真做历史。所以，这句感觉来是讲，我嘛有想要活伫早日的英雄耶稣的运动，咱看耶稣的运动，民主的犹太甲3摆无民主的北京，拢慢慢失败中间过。但是咱看这两个人，犹太到最后后悔自杀，老到真无好的名声。但是咱看北京，却会当推改头换面，成做教会的信条。咱爱知影，耶稣对犹太甲北京的听是同款的哦。耶稣对两个people讲最少更加好，但是咱看因两个人的后果，关键是因家己是真心悔改，真心做人。第二，爱知影明仔载是掌握伫上帝的手头，因为明仔载是无法度去猜测的。伊要都无上咱，伊就安尼讲。但是咱会知，明仔载掌握伫上帝手头。咱思想伫上帝，教是咱的所在，咱只爱伫上帝的环境中间加上家己的真理，也是讲家己的想法，互真侪人迷信伫家己想要爱的时代，真侪人迷信伫足侪计谋无法度掌握的时代。譬如讲，我要做啥？我想要做啥物？我想要读对一个大学。我想要做啥物头路？我想要甲某人结婚，敢若讲时间地点目标拢已经掌握，但是其实咱的家己生命拢无法度掌握，你要怎样掌握其他的物件？连今仔日暗暝拢无法度掌握，何况明仔载？今仔日暗时倒落去困，明仔载再爬起来，也唔知人永远无法度事先知未来，突然间发生的代志，是咱无法度事先知的。咱大家伫新闻，伫遮媒体，咱看真侪代志，真侪不幸的代志。恁想看嘛？遮个发生的人，伊敢真正爱发生遮个代志？所以咱来知影，人的一生，人的生命，只是一条命运。无办法。今仔日的经文，雅各书第4章14节到15节，记载讲，若是明仔日的事，恁要知，恁的外面是知影，恁是有将是出现，后来就无看见。恁较好就安尼讲，主若愿，阮就会活。也要做一项一项。虽然明仔载无上眼，但是咱爱有盼望，爱相信明仔载会更较好，明天会更好。因为上帝就是迄个希望的源头，因为咱对上帝
也得到信心。咱嘛知影上帝接纳囡仔仔，咱嘛知影一切都是上帝的主管伫内面，所以咱来对囡仔仔对未来充满。第三，囡仔日，囡仔日就是咱来把握的机会。囡仔日就是一个救恩的机会。出埃及记14、13节安尼讲，摩西对百姓讲：你行做你徛咧，看耶和华今仔日为着你所要行的事。咱知影，只有今仔日是属于咱，今仔日是把握救恩的一个机会。路加福音嘛有讲一个故事，大家足清楚的讲，咱看见迄个甲耶稣同结成的迄个强盗，迄个罪人，伊掠了足无简单的机会，就是讲承认耶稣是救主，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所以耶稣伫世界就甲迄个罪人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一同来去。咱着爱亲像甲耶稣同结成的迄个患难同款，把握今仔日即个机会，这个救赎的保证。人的一生真正隐含真正对象。我来龙岗教会8年，这8年中间对真侪人、真侪熟悉的面孔，伫教会啊，我感觉真侪熟悉的面孔就直直消失。这一早我嘛同几个牧师咧分享，每一个牧师嘛是讲感触很深，就是讲。即几年来，真侪教会的兄弟，拢伫迄个过往，伫咧过身。咱知影过身无分讲年龄的大还是大小，人的一生是有限，是短暂的。咱着爱趁今仔日彼此帮助，做伙行天路，好好把握今仔日，用听去面对每一个今仔日，用听去面对咱身边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代志，安尼，咱的心中会充满着遗憾甲失落。世间上的纷争嘛袂直直甲伊搅扰，咱的心若是单纯、幸福，就对着咱的生命，互咱对咱家己诚做一个一定研究的人，因带更较侪的人入去。希伯来书第3章13节讲，所以你就趁也有通叫做今仔日的一日3团面，行了中间有个互做袂去来联系，这个意思就讲爱把好把咱的心用听来彼此相沟通。另外，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0节，记载讲，因为伊讲。伊得到接纳的事，我有听你；伊进步的进步，我有帮助你。你看，这点是受接纳的事；你看，这点是进步的进。所以，咱应该看到今仔日上帝进步人的事，咱看到这个机会，咱嘛要去进步起来变成人。总讲一句，世间上贵重的，不是已经失去的财物，或者是。无法讲，咱有一个囡仔仔是会当把握的，是囡仔日。只想要活去早日，或者是囡仔仔的，不如好好把握囡仔日。若无，咱囡仔日所有的活去，可能相对囡仔仔所有可能失去。也着从一切早日、囡仔仔所有可能发生的代志，拢交托上。因为咱知，咱的宗教是这个题。真侪人拢会问讲，为什么你讲内底讲安讲？是因为无对。咱的宗教是一个听甲包容的宗教。咱得到这个听，这个包容，咱嘛是要付出。咱嘛是要付出。人就真侪基督教对上帝讲的一般，足少迄个心。足少行动，伊对服侍时所投这个时间甲精神，总是对服侍甲摆伫咱日常生活的上后壁。咱先来，有人我想讲，
我是愈安过生活，我是来拼经济，了后有时间我较来进天父上帝。安尼，世上真侪人，我袂去即去回应上帝听，袂去即，伊着爱结出现实的果子，嘛无体面，伫咱家己身躯顶头，互人看着讲上帝现实伫咱身躯顶头。所以，这是咱非常爱注意的。把握今仔日，但是你今仔日所做的一切，是着爱回应上帝。但是一天要过，上帝听，到天后的时间虽然是真淡薄变，但是咱心怀日子嘛是路会嘛是到伊就爱有后来。交代啥物？交代讲，你要爱有丰盛的野花，还是讲有亏欠的生意？真正爱伊。若果牧师要用一首新版的圣诗的歌词来做一个分享，新版的圣诗587首，就是拄则咱的新版所写，这是真水。这首歌叫做《我不知明天要在意》。这首歌今仔日咱有听过人来，但是咱牧师就是咧甲咱讲，咱大家好好思考这首歌是咧来讲啥。这个歌词分做3段，是安尼写。第一段表达讲，我不知明天会在意，自传路我免担忧，我无求逐日好一天，有时阵乌暗恶长。对将来我充满希望，主保守健康稳当。我逐日甲主同骹步，伊知我头前路。第二段是安尼描述：每一步哪行哪着行，亲像马用楼梯。我逐家哪陪一家庭，哪分菜灿烂的迄所在注定的好景。无目屎，也无情人，以美丽彩虹的日头，正线了到天沙，真水。第3节是咧鼓励咱，是安尼讲：我不知将来日子是夭折，还是上帝。既然主有情小者，伊也会互我教验。头前虽然有水火。有气的阳光威，把辅助一传我无杂，伊保卫甲我食卡。所以说讲，这句话嘛是咧来提醒咱啥？做事明天会领导，做事倒点面了。我凊知主将我明天离开我一路领头。这首诗歌，这个作者咧写这首诗歌时阵，其实迄个时阵，伊是一个基督徒，迄个时阵伊的内心有遭足侪困境，伊体验出基督徒伫世间难免会遇到真侪无共款，也是无不如意的代志。有真侪代志发生，可能是靠咱家己完全无法度会当控制到平衡，嘛无一定有合理的解释。而且的原因，真正就是真正基督徒的伊，嘛难免会产生真侪忧愁、真侪烦恼、真侪冷请、真侪迷信、真侪失望、真侪负面的情绪。无去看，这首诗的时候，看伊写了这本书嘛，是感觉这个礼拜，我的心情的幸福是真正的，真侪忧愁，真侪迷信，真侪失望。但是我知，连你亲兄兄姐，咱基督徒上大好奇是，当咱经历着心灵的精进的时阵，咱就我着上帝话甲上帝应允，因为上帝话甲上帝应允，的确会当互咱充满勇气，甲对咱去面对其他日甲未来在，因为主讲话，所以记在8月后面第6章34节，安尼写讲，所以无定为着其他日，我如
家己挂念，是即个艰苦一日到夜。另外，伫以赛亚41章第10节安尼讲：你无得惊吓，因为我甲你三角形的，无得软硬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遐这特别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有一个足简单的问题，但是咱必须爱面对，而且无法度想起来，就是人绝对无法度知影下一步会做着啥物，所以咱只有诚实去面对未来，去走向上帝。亲像《申命记》第4章23节、第29节所讲，这是你伫遐若咧找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若用尽心尽性找伊，就要拄着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啊，主啊，我一摆当我呼求你的时，我总是感觉我的理性一定不会，因为我思想是靠着家己的人脉，靠着家己的骄傲来处理世间上的代志。我总是用家己的材料来完成，一些伫落伫家己认为的成就中间。也时常为着世间的事来找你，来放弃接受你，直到对你的话语拿来拿切。阮也时常无去想，阮的智慧甲才华是对你遐所来的，因为我无安尼想，所以我会知道我骄傲，我看别人无，我的内心只是充满着要怎样比别人较好。主啊，因为你原谅我的过去。因为我只有显示着我目睭前的行动，对于未来是只是明仔载都无去思考，要怎样搁较我可做。祈求你保守我的心，刷掉我心内的贪婪、心内的欲望，互我转来到用主做我生活的中心、凡事，知影将一切荣耀归奉，听我的主，你的坚定用来。祈祷拢是用各主要所祈祷的